大家好，我係駐守保良消防局消防員許家良。喺2025年6月21號上午7時47分，喺將軍澳唐賢街23號麗景灣2座其中一個單位發生火警。消防處喺上午7時51分，即係4分鐘之後到達現場，並用1條喉及1隊煙霧隊到場撲救，於上午8時15分，即係28分鐘之後將火救熄。事故中肇事單位被嚴重焚毀，具有50名嘅大廈住客自行疏散，而1名嘅女住戶額頭同頭髮燒傷，需要送院治理。經管處嘅初步調查，相信上址單位懷疑有香薰蠟燭點燃雜物導致火警。要記住，大家用地時候一定要注意安全，一不留神好容易釀成火災，引致財物甚至人命嘅損失。喺火警發生嘅時候，市民應該第一時間致電999報警。通知大廈嘅管理員以及打爛大廈提供嘅消防救手。大廈嘅火警鐘都會隨即啟動，通知大廈其他住戶有火警發生。另外，如果火警發生喺房間入邊，大家逃生嘅時候應該關上房門，咁樣可以大大減慢火警蔓延嘅速度。市民可以留意以下有關安全使用蠟燭及香薰油嘅小貼士，同埋走火警逃生嘅片段。師傅，收我哋做學徒啦！好。等我教你哋火警識逃，平日做好基本功，閂好防煙門，熟習逃生路線。火警時先評估環境同身體狀況。如果決定離開單位逃生，記得要帶齊逃生3寶。哇！全部樓梯都好大煙啊！唔好冒險，如果走唔到就翻入屋，封好門邊，打999求救。火警逃生，你要識逃。生活講求態度，但唔好忘記危機時刻都喺度。喺屋企使用蠟燭或香薰油要注意安全，提高防火意識，生活安心又放心。